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Excel 快速分析，加總，百分比，平時多數會用嘅方法，打入不同嘅公式同設定先可以計到。其實有冇方法可以快啲同簡單啲？用快速分析，簡單幾下就得。選取要計算嘅資料，見到右下角嘅閃電，選擇總計，揀欄計算加總，百分比都係選擇總計，係第二頁簡列計算百分比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.